5章，你去上帝嘅聖殿要小心，你安靜學習，勝過唔明是非嘅愚蠢人去獻祭。你開口以前要小心啊，唔好隨便向上帝許願。佢喺天，你喺地，所以你說話唔好多，思慮多，噩夢亦多，言語多就容易顯出愚蠢。你向上帝許願要盡速還願，佢唔喜歡愚蠢人。你許願就要還願，許願而唔還，不如唔許願。唔好因你自己嘅話使你犯罪，以致要向上帝嘅祭司講明你講錯話。點解要招惹上帝嘅憤怒呢？為咩俾佢破壞你嘅工作呢？唔理你發幾多夢，做咗幾多空虛嘅事，講幾多話，你仍然必須敬畏上帝。8節，你見政府壓迫窮人，唔以公道對待佢哋，唔尊重佢哋嘅權利，你唔使驚奇。每個官員都有比佢地位高嘅保護佢，而佢哋都受更高級官員嘅保護，甚至君王亦依靠田地嘅出產嚟供應。貪愛錢財嘅人總唔知足，羨慕財富嘅人總得唔到所要嘅一切，呢啲都係空虛。你越富有，靠你食飯嘅人越多，你嘅收益不過係知道自己富有。勞工唔理食飽食唔飽，總係瞓得香甜。有錢人嘅財產使佢不能瞓得着。喺世上，我見一件可悲嘅事，有人累積財富，反而害自己，經營不善，使佢喪失一切，結果佢冇遺產留俾子孫。佢空手嚟到世上，亦空手返去，唔理在世點樣勞碌，佢咩都帶唔走。呢啲係好可悲嘅事，嚟嘅又點樣，去嘅時候亦點樣。操心勞苦去捕風，究竟得到乜嘢呢？況且佢日日生活喺黑暗、悲愁、焦慮、病痛同怨恨中。我嘅睇法係，美好嘅人生不如喺上帝所賜短暫嘅一生中飲食，享受喺日光下勞碌得嚟嘅成果。呢啲係人嘅命運。若神賜人產業財富俾佢享受，佢就應當接受並享受勞碌嘅成果。呢啲係上帝嘅恩賜。既然上帝俾佢快樂，佢不必因為人生嘅短暫而憂慮。第6章，我發現喺呢個世上有一件可悲嘅事，重重嘅喺人身上。上帝賜俾某人榮譽、財富、產業同佢想要嘅一切，但唔俾佢享受，而留俾陌生人享受。呢啲係空虛，係好可悲嘅事。一個人儘管有上百嘅仔女，在世長壽，但若冇享受應得嘅福分，死後又唔得安葬，咁樣即使佢活到好多歲數，又有咩益呢？我諗一個流產嘅胎仲比佢好。胎生落嚟冇好處，佢消失喺黑暗中被遺忘，佢冇見過日光，冇知覺，但佢至少得到安息。呢啲比活咗2000年但冇享受過有生之樂嘅人好得多。到頭來，佢哋唔係兩者都要去歸宿同一個地方咩？人為自己嘅口腹勞碌，但永遠填唔滿個肚。聰明人比愚拙人有咩長處呢？叫窮人知道點樣同人來往有咩益處呢？呢啲都係空虛，係捕風。能滿足於自己所有嘅，遠勝過心中妄想嘅。已經發生嘅事係早已命定嘅。我哋知道人無法同比佢強大嘅抗辯。你越抗辯，越覺得冇益，對自己亦冇好處。
喺呢個短暫、空虛、好似影咁飛去嘅人生過程中，邊個知道乜嘢係對佢哋最有價值嘅事呢？邊個能夠話佢知死後世上會發生咩事呢？7章，好名譽勝過珍貴嘅香水，死嗰日勝過出生嗰日，去喪事之家勝過去宴會之家，因為在生嘅人應該時時提醒自己，死亡係等住每個人。憂愁勝過歡樂，面上雖然帶住愁容，但使心智更加敏銳。愚蠢人只想歡樂，明智人知道壽命有限。明智人嘅責備勝過愚蠢人嘅讚揚。愚蠢人嘅笑聲同荊棘喺火中爆炸嘅聲一樣，呢啲都係空虛。明智人欺詐其他人嘅時候，佢嘅行為好似愚蠢人。接受賄賂嘅人損壞自己嘅品格。事情嘅結局勝過開頭，忍耐勝過傲慢。唔好輕易發嬲，空中懷恨係愚蠢。唔好問為乜先前嘅日子比現今嘅日子好，呢啲唔係一個明智嘅問題。有生命嘅人應該有智慧，有智慧加上家業更好。智慧比你嘅安全不下於金錢所能比嘅。智慧使你穩妥，呢啲就係知識嘅好處。13節，要觀察上帝嘅作為，佢造成彎曲嘅，邊個能使佢變直？事事順利時，你要歡樂；患難時，唔好忘記喜樂同患難都出於上帝。將來要發生嘅事，邊個能預知？喺空虛嘅人生中，我觀察好多事。好人行善反而早死，壞人行惡倒享長壽。你唔好自恃善行過多，亦唔好自作聰明，何必自取敗亡呢？但亦唔好太壞太狂妄，何必早死呢？兩個極端都應該避免，但敬畏上帝嘅人所做嘅一切都會順利。智慧俾人嘅幫助遠勝過10個長官對城市嘅貢獻。世上冇人能時時行善而從嚟冇犯過錯誤嘅。唔好將其他人嘅話都放喺心上，你或者會聽聞僕人侮辱你，但唔好忘記你曾屢次侮辱別人。我曾用我嘅智慧試驗過呢一切嘅事，我決心求取智慧，但智慧離我好遠。邊個能探測生命嘅意義呢？佢太深奧，太難領悟。25節，我一心一意要知道，要研究，要尋求智慧嚟解答我嘅疑問。我發覺邪惡係無知，愚昧係瘋狂。我發現有啲女人比死亡可怕，佢嘅愛情好似陷阱，好似網羅。佢擁抱你嘅手臂好似一條鎖鏈。蒙上帝喜悅嘅人能逃脫佢嘅手，但佢會捉住罪人。27節，傳道者話，呢啲係我揾答案時發現出嚟嘅。我想揾出其他答案，但揾唔到。喺千名男子中，我可以揾到一個可敬佩嘅，但喺女子中，一個都揾唔到。我所學到嘅只有一件：上帝做人原係好單純嘅，但係佢哋將自己搞成咁複雜。8章，只有明智人知道事物嘅意義，智慧使佢面有光彩，並使佢嘅憂鬱消失。要遵守王嘅命令，唔好隨便向上帝許願。王可以隨意行事，你最好離開佢，唔好留喺危險嘅地位上。
王嘅話有權威，冇人能抗拒佢。只要遵從佢嘅命令，就可得安全。聰明人知道做事嘅適當時機同方法，無論做咩事，有適當嘅時間同方法。但人所知道嘅好有限，冇人知道將來要發生咩事，亦冇人能話佢知。冇人可以唔死，亦冇人能決定自己嘅死期。呢啲係人無法逃避嘅爭戰，任佢窮兇極惡，亦不能逃脫。第9節，我專心觀察世上發生嘅事，我睇見一切，一啲人有權力，另一啲人喺佢哋管轄下受苦。我見邪惡嘅人死後埋葬，佢哋生前出入聖所。我聽聞有人喺佢哋作惡嘅地方稱讚佢哋，呢啲都係空虛。為咩世人咁大膽犯罪？因為罪冇即刻受到懲罰。一個人罪犯100次，仍享長壽。但我實在知道，敬畏上帝嘅人事事亨通，作惡嘅人冇福可言。佢哋嘅生命好似影兒，佢哋要夭折，因為佢哋唔敬畏上帝。睇下世上一件世情啦，好多時候義人遭受邪惡人應受嘅懲罰，邪惡人反而得到義人應得嘅報償。我話呢啲都係空虛。15節，所以我認為人應該享樂，因為喺日光下，佢所有嘅樂趣不外乎飲食享受。呢啲係人喺上帝所賜短暫嘅生命中勞碌所應得嘅一切享受。當我追求智慧，想探究世上所發生嘅事，我知道人儘管日夜思索，都不能明白上帝嘅作為。佢無論點樣嘗試，想知道喺日光下所發生嘅事，亦揾唔到答案。聰明人自以為知道，其實並唔知道。